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今早起有一个姓李的查甫人去到地检署告王丹，告伊对异性交未遂，王丹也提早到台湾面对司法调查。新北市新庄金陵路附近的这地下水管破去，造成车面拢淹水，也有一支电火条啊，因为安尼生雪来倒落来。伫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地区，一个大型水坝车落水坝轰炸掉，有80个砖头做大水，4万人紧急撤离。讲到最近这性骚扰案件一直爆出来，最近有几个人出来指控讲，这民运人士王丹捌甲因性骚扰。今早起有一个姓李的查甫人去到地检署告王丹，讲伊9年前伫咧美国时阵对伊性交未遂。王丹伫面册顶头也回应讲，已经提早到台湾面对司法调查。也让清华大学也决定要扩大调查，而且停止对王丹的聘任要求。强制性交未遂就是221。画面内底姓李的查甫人指控民运人士王丹9年前伫美国的饭店硬甲伊针，但未到王丹出面核实咧。7日伊去台北地检署告王丹涉嫌强制性交未遂。目前已经有2个清大校友出面指控王丹性骚扰，清大性平会已经启动调查的程序。姓李的男性嘛讲，有收到其他的受害者私底下甲伊联络，呼吁因勇敢出来申诉。清大性平会那边的意思是说只要你当时有被侵犯过，那你无论是否在清大的学籍，就无论你只要是有学生身份，你都可以去跟他们申诉。那这个就是我希望就是受害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他们去做一个申诉。王丹加入去性骚扰的风波，7日伫人面册回应讲，已经提早结束访问美国的计划，会等来台湾面对司法的检视，未想要闪开，嘛答应会找适合的时机来说明。另外，原本按算向清大争取续聘。今晚已经向清大社会所正式退回申请。针对这点，清大社会所已经早一步结束聘任的流程。清大嘛决定针对几件性骚扰的事件扩大调查，会就王丹伫清大2年开课的记录，学校会主动甲所有修课的学生甲助教来联络，了解是否还有其他学生和助教遭遇性平事件，并提供相关资讯和权益说明。2、公开呼吁当事人与本校联系。在本校性平会网站公告相关资讯与联络管道。另外，宜兰县消防局搁再传出性骚扰的案件，一个查某队员指控3月份的时阵，伊伫个人的套房内底困，精神了后发现房间门封开开，搁看到分队长举手机甲伊翕相。代志爆出来了后，宜兰县消防局7日召开性骚扰申诉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任何的性骚扰都不被允许的，请消防局审慎的处理。不过，去年宜兰县消防局都标出工课场性骚扰的案件，不只个第一时间消防局以代志发生伫避勤，无下用性平法，搁未互受害者请假。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讲，消防局无要依医生的叮咛，要求受害者都要回分队上班，要求当事人敢若会当甲工课辞掉，要求检察院介入调查，纠正宜兰县政府甲消防局。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看到南投某一间国小的校长，互人指控讲，进前咧做老师的时阵，会对查某学生乱来，甚至带这查某学生去家教班的时阵，干性骚扰，这个歹代志拢变做这囡仔规世人的噩梦。这南投县政府表示讲，初五接到网络来的资讯了后，就启动校安通报，也要求这个校长必须爱请假接受调查。不过，教育团体是认为讲，应该先甲这个校长停止聘用，避免更较侪人受到伤害。看到细汉的时阵，互人性骚扰的经过，情绪也是真激动。曾小姐伫1995年读国小6年级的时阵，当时也是老师的4楼的校长，趁接上参加课后补习的机会，对有不正当的行为。他把车停在那里，我坐在副驾驶座，他一个月2把管，把副驾驶座整个摊平，让我整个倒在上面。另外一位被害者也讲，伊就读另外一间国小3年级的时阵，甲1年级的妹妹斗阵去上4楼的校长家教课，也过姊妹分别拢受到性骚扰，互因的身心受到创伤。那挂在大腿上面上课的时候，他可能会靠着我们的耳朵很近很轻声的讲话，或是握着我们的手。被害人讲，这4楼校长即阵任教伫南投县某一间国小，进前伫3间国校担任老师的期间，对于上百位女学生性骚扰。南投县府讲，初5这条民众举报了后，除了启动校安通报，
并且这个校长请假接受调查，也主动甲网络上写出有这做报人来联络。我们从来教育处都没有得到这样的讯息，或者有人通报爆料里面，我们就有看到下面有一篇是2015年的贴文。不过，早在2015年，网络上就出现指控这4名校长性骚扰的文章，为安怎当时无调查呢？南投县教育处解释，因为当时并无收到举报，也是有人表示这个消息。不过，人本基金会讲，这校长在2015年甲2021年拢有被投诉记录，教育处当时就应该来启动调查。那这2个事件到底是什么事件？我想，必须要追究清楚。如果是性平事件，为什么后来会不了了之？好，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投诉事件。人本基金会认为，南投县府除了应该对受害学生来进行心理的辅导，也应该对这个校长所教学过学校来启动普查，用扩大调查方式了解真相。这个校长也应该马上离开教学场所，避免更加多学生受害。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小姐昨暗时伫咧台中山路一个无青红灯路口，人有行伫咧过路线顶头，要行到对向的时阵，煞互一台无减速的奥多摆撞落去。当地民众表示讲，这个路口常常发生这轿车、奥多摆无让过路人的情形。台中市交通局会勘了后，决定要来加设号志。交通部也讲，就算无号志，这过路人也是有优先路权，赛车、骑车拢爱先让人过。徛伫马条线两边看路口无青灯往来车无一台停让，查某囡仔两边一直看，总算等着无车要行过车路。当时阁有2台汽车、2台机车介相闪，到伫要到位的时阵，煞一台开真紧的机车弄一个飞起来，伊甲加龙的人2个拢受伤，互人送去病院。双方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重机左侧车身受损，双方均有受伤，呼吁所有用路人行经路口应礼让行人。查某囡仔面目睭皮拢有破皮，身躯3位骨折，留院观察，好甲再清醒，无性命危险。转来到这位伫台中区山路沙田路的大路口，当地民众讲，常常有车唔让人的情形。虽然警方会来处理，不过警察无伫哩又搁共款，会当讲是危险的路口。台中市交通局下晡到现场会勘，决议增设青灯，也甲万字标示。交通部路政司是讲，就算路口无青灯，行人徛伫马条线都有优先权，若做车无停等，会当罚。那如果不暂停让的话呢，会有相关的一个罚则。那如果肇事的话，甚至还会有吊销或吊扣驾驶执照的一个处罚。那这个部分是在一般有号志的路口或是无号志的路口都是适用的，也就是只要行人站上的行人穿越道要过马路的时候，汽机车的驾驶人就必须要停让。无设青灯路口主要是车流无真多，不过定政府原来会当变通设计。来看台北市民生社区，原来有这种无青灯，不过有马条线的路口，市政府就设红色的真显目慢行标志，提醒注意行人。高雄市政府嘛有示范伫涂骹设反光标线，提醒用路人注意无青灯的路口。立法院原来伫今年4月通过修法，无停让行人最高会罚到6000块。一般有青灯甲无青灯的路口也拢适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新庄的琴林路附近，今仔日因为这个地下水管伤过规个破去，造成这水喷出来，车路拢淹水啊！也有一支电话条啊，因为安尼生煞来倒去，警消人员赶到现场，现场有先围起来，这带电带水进行抢救。也因为这水伤过大港，甲这土沙拢冲入去人家厝，也害一寡徛过地下室拢淹水啊！台电的工程人员甲倒去电话条啊，慢慢甲吊起来，准备要运走。因为新北新庄琴林路附近的路段，初时早起11点外，常常发生路面大淹水，电话条啊因此车倒来。还原事发经过，一开始有水慢慢溢出路面，当时民众看到也摕手机甲翕，也无偌久了后，大路都膨鼓起来，大水熊熊拢冲出来，淹过大路，大水也有土沙一粒冲入边仔徛过甲共抢。很大声啊，好几声呢，一直地一直裂，水先慢慢出来，然后那外面就爆起来，电线杆就倒掉了，水都整个泥土都冲进来，就赶快去关铁门了啊！赶快关铁门也来不及啊！受灾民众赶紧摒扫厝内底土水，土水也冲入地下室，财产的损失互因真苦恼。警消人员到现场管制，也请里长到现场协助。
找到一个具体的泄漏点，那么泄漏点完之后后续就有一些看管线的这个修复的一个处理。在管制进度，我们也希望说，是不是在今天晚上的时间能够把它做一些及时的处理。路面他们水的自来公司或是水，他们配合那个清洁队会来清理。淡水人员初步了解，原来是台地涂骹70多年的水管破去，水一直喷出来，家地基拢冲了。管林的部分可能也比较久了啦，大概是因为我们平常水压大概也比较略高的情况下，所以这个管线有发生破管的情况。有超过20户徛家受灾，淡水的甲地下水管误开维修以外，也发散慰问金，并且负起相关赔偿的责任。记者自王报道。今仔透早，伫新北市的新店有一个查某人，或者啉酒醉的男朋友，互伊拍，而且这查甫人对伊起骹动手。这个女性呢，走去路口的超商喊救人，这个查甫人缩伫咧后壁掠到这个超商内面，就甲摕这煮茶米卵的电锅摕起来，甲伊牵过去。这个查甫人是互伊拍甲规身躯伤，连这店员的也互这个茶米卵的这个电锅烫着伤。目前这案件警方介入了后，依照伤害罪办理，也要通报家庭暴力案件。穿白衫查某囡仔雄雄公公走进街路找所在避，库伫机车后边，穿乌衫的查甫人一表就出现，两人你着我走，查某囡仔佫走向超商求助。你先来求救，然后他们跑进来，然后我就企图劝那个我跟女生一起在地上。店员赶紧靠劝，反倒倒来家己也受灾殃。查甫人情绪激动，将煮好的地熊龟鼎摕来倒，附近店头惊甲赶紧报警察。听到叫救命的时候，可能是吵架的感觉，后来就已经看到真的是动手了，很大力拿起那个茶叶蛋，拿着那个锅子是直接敲了几下。然后已经看到有一个女的躺在地上。查某囡仔头部流血，身躯也真侪所在受伤，超商店员也烫伤。警方到场将人送医。代志都发生伫新北市新店77透早5点外，两人是情侣，30岁姓陈的查甫人酒后起争执，摕物件攻击16岁姓曲的女朋友。查某囡仔赶紧走出来，啥物人知影？查甫朋友脾气有够大，连续动手。全案依涉嫌伤害、毁损罪嫌侦办，并依规定进行家暴通报。原警赶到现场，这查甫人已经离开，到徛街掠人，发现伊手咬伤，先送医治疗。不过查某囡仔甲店员拍算提过伤害。超商的店长要搁告损毁，查甫人酒后施暴，也要为伊的行为付出代价。记者综合报道。日军第8军团所管辖的步兵117旅，昨早起呢，载着这庆子壳要登去营区的时阵，经过高雄市丁清9路1路的路口，煞有一个内面底1000多粒庆子壳的箱仔无绑好势，就对车顶落来，有民众去捡到，随报警察。这第8军团表示讲，清点了后，内面数量拢无减，那相关人员的过失一定会追究到底。画面内底这架军用货车。经过高雄市丁清甲9路1路的路口，伫等车阳顶的时阵，有一箱物件为车后斗落落来，民众看到赶紧报警察。警方发现讲，这规箱拢是步枪空的枪支卡。只有他们好像只有在外面而已，看他们在找东西而已。哦，是这样子找的吗？对，不没有确定。内有1117发空弹壳，全按依规定制作发还拾得物于军方处置。代志发生伫咧初六早起9点外，箱仔内底拢总有56盒1117发空的枪支卡，属于陆军8军团的陆军官校步兵117旅的。8军团表示，清点了后，空的枪支卡数量无减。迄当阵官兵是要甲空的枪支卡再登去军中，可能是无绑好势，一箱5.56米粒步枪空的枪支卡就安尼落落。根据了解，迄当阵车顶有4个官兵，调走了后会做处分，无排除会记大过。就跟那个一般的货车载货一样，它都必须要把它固定好，相关督管的检查、运送的过程，还有遇到状况，车长应该所做的处置，到底有什么样的责施，我们现在都在调查厘清。国军今年3月，接续连续发生过军海管理的疏失，海军量抓新兵训练中心，有枪那像是去用调包器变做无形枪，陆军里嘛发生过步枪数量有减。即届阁发生步枪空的枪支壳落去，虽然有顺利找到转来，数量嘛无欠。不过军纪的问题，恐惊阁互人一个歹印象。
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继续派出这军机军舰扰乱台湾，而且中国最近阁去降这印太地区的美国军机军舰。美国陆军部长霍梅斯强调，战争是保护合美中利益的，也会继续联合朋友进行演练，加强阻止中共侵犯台湾。不过，美国高层也有想要甲中国好好来参详，今麦是有风声讲，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按算说落来，要重新启动访问中国行程。中军持续侵扰台湾四周围的海空域，最近阁挑战伫印太地区行动的美国军机舰升高紧张的气氛。美国陆军部长沃梅斯讲，美中拢无战争，关心中国威胁的行为，会以联合盟友演训的方式加强阻挡，防止北京武力犯台。The way we strengthen that deterrence, I think, as I said, is by demonstrating combat credible forces in the region. So through our Pacific Pathways set of exercises, able to show how we're able to operate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region. 从美军今年的所谓的军事授权法里面，它有一个太平洋贺主倡议，那它今年就编了91亿美金的一个预算在里面。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它美军正是加强它在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第一岛链，从北部的这个日本，特别是南部的这个菲律宾的这个部分。学者指出，美方就是要更加清楚向中国展示，袂使改变区域和平稳定的红线。不过，北京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呼吁，美中应该建立危机管理沟通机制，提防台海发生误判。根据苹果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伫未来几礼拜内会阁去中国访问。We look forward to rescheduling that visit when conditions allow. Our viewpoint is that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in-person meetings or engagements, whether they be i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to carry forward our discussion. 美中官方拢无正面证实，传出布林肯可能甲习近平会晤，想要阁进行2个高层会谈，以及会组织伫台湾的相关议题。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头一届伫南海举行海华防卫演习，内容包括8项有疑虑的这个船只进行检查。参与的国家是表示讲，这项行动是为着促进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加强保安能力，也向解读做美国有一寡亚洲朋友要做伙来对抗中国。武装人员坐细只船仔，我见一只哪像有载大规模武器的船仔。所来直接举枪，去甲甲板顶悬做检查。下两只的船员都要甲双手放伫头的后壳，赶紧离开。这是美国、日本甲菲律宾头一届联合伫南海举行海华防卫演习的情形，地点在菲律宾巴丹省附近的海域。The purpose of this maritime drill is to increase the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the US, and the Japan Coast Guard. So lahat ng ginagawa nating exercises ay tulong-tulong para sa mga possible na mangyari in the future. 这届演习为初1到初7一礼拜时间，菲律宾拢总派出4只海警巡逻舰艇，美国出动127公尺长的史崔顿号，那日本是派大型的巡逻船秋丁州号，共同参与的500多个海华警卫队的人员。一个演练搜救，甲打击海盗的场景。美国讲，因的目标是要维护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We're eager to further integrate with both the Philippines Coast Guard and the Japan Coast Guard. Together, our Coast Guards will reinforce and model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at sea in order to promo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这项演习的时机甲地点拢真敏感。目前拜登政府一直咧强化印太地区的军事联盟。希望会当来对抗中国，来影响包括南海甲台湾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过去美国菲律宾的关系，伫立场较靠近中国的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任内捌较疏远。不过新总统小马可仕上台了后，重新搁转去较亲密的路线。最近新增加4大会当提供予美军使用的军事基地。这届演习嘛，去菲律宾看作是美国、日本会合作确保海峡甲领土安全的重要路站比。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国际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这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讲到这乌克兰南部是由罗西亚所掌控的赫尔松地区有一个大型水坝，这车落水坝所轰炸掉，有80个钟头拢伫咧做大水。这赫尔松市区也伫咧淹水，要到4万人就要赶紧撤离。伫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地区涅伯河顶的新卡科夫卡水坝，顶头有一座储水量1800万立方公尺的超大型水库。
那提供当地农业灌溉加居民饮用水，也是欧洲上大核电厂查波罗热核电厂核反应炉冷却水的来源，也有把水输送到克里米亚半岛的主要通道。虽然早期水坝和不平设立炸毁了，水对破江下出来，沿花80个村拢饮水。新卡科夫卡区有名的建筑文化宫一半拢浸伫咧水内面，看到天鹅对伊的门口游过，画面看起来真奇怪。估计这场大水要4-5天才会退。当地官员讲，已经紧急撤离4万位居民，其中涅伯河西岸乌克兰军队势力范围有17000人，东华俄军掌控的地区有25000人。Все плавает, вся мебель, холодильники, продукты, все цветы. Все плавает. Что робить,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ю. Да, ще більше ненависті, ще більше люті, і хай би вони всі повиздихали. Хай би.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讲，水坝被破坏了，已经有150吨的原油对水坝机器内面流出来，接落来可能也有300吨的原油会流出来。科学家讲，就要等大水退了，才有法度全面评估对环境的影响。因故一位前政府官员警告讲，这可能是自车诺被核灾了上严重的生态灾难。受到这件代志的影响，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小卖甲贩卖计数催人也拢开始起。后边国际社会拢谴责这件代志，支付甲克林姆林宫互相指控对方是凶手。乌克兰讲水坝是伫咧俄军的掌控区内边，只是因为着要阻碍俄军反攻行动所变出来手段。因那当地亲普丁的国会议员是讲，这是乌克兰军队为着要破坏地雷区所执行的军事攻击。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讲，即马也无具体证据会让知影代志是谁做的。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讲到这加拿大新年夜会是烧袂停，对5月开始，境内因为高温引起几落霸占夜会，烧掉的面积超过330万公顷。即马引起这真严重的污染，也引起空气污染咯。加拿大和美国也拢发出警告，讲有几落100万人受到影响，连纽约的空气品质同款出现红灯。为空中看落来森林和蒙雾搭调的加拿大森林野火烧袂停，为5月开始，因为高温累计引起超过400个所在野火，暂时魁北克、新斯科舍、艾伯泰野火佮产生真侪浓烟，搭伫加拿大东部的天顶，影响数百万人的健康。Not only cause topical irritation through all of our respiratory linings, but actually cross over into our bloodstream. People who are experiencing homelessness and spending a lot of time outdoors, the risks to those folks will be high. 加拿大城市渥太华的天顶搭着伽马线的蒙雾，空气污染品质达到10+1以上，是当地空品指数上海顶级。加拿大环境部向魁北克加拿大东南部发布空品甲蒙雾警报，敦促民众踮伫室内刮水暗。伫这款野火蒙雾嘛影响到美国东岸甲中西部，各地拢发布空品警报。美国环境保护署就发布新英格兰空品保护的警报，伫咧纽约的状况嘛真严重。The levels that we're seeing today are really much higher than what are normally seen in a large polluted city in Asia. Over 50% of the U.S. population, everything east of Columbus, Ohio, is experiencing levels on the order of 150 to 180.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长威尔金森表示，过去1个月烧掉至少330万公顷的土地，受害面积是过去平均面积的10倍。前后有12万人必须暂时离开家园。为6月开始，如果发生野火几率会增加，野火季节有可能会继续到8月，加入加拿大历史上上严重的一冬。即马除了美国、澳洲、法国、墨西哥、甲纽西兰、南非这些国家，已经派出总人数差不多1000名消防人员去协助加拿大拍火。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英。巴西总统卢拉伫当地时间6月初5签署一项文件，讲2030年这爱达到亚马逊雨林拢无人开发的目标，方法就是测偌济就要种偌济。不过疫情期只有到2027年，这项政策敢有法度实行呢？可能还有真侪变数。另外，巴西的原住民是上街头抗议，是因为众议院快速通过一项提案，要甲因的领土限制伫咧巴西宪法伫1988年迄当时所批准的部落土地。原住民认为讲，这个法案剥削因的权益。
当地时间6月7日，巴西总统卢拉签署文件，推动保护亚马逊森林的政策，希望2030年达到袂阁错森林的树仔的目标。除了实现伊竞选的承诺，伫2022年，一个英国记者甲国家原住民基金会工作人员伫遮去互非法掠鱼仔的渔民杀害。卢拉讲，这个文件嘛要安慰因在天之灵。Bruno e Dom mereciam e deveriam estar aqui hoje, nesse momento em que eles teriam o governo brasileiro como aliado e não como inimigo, ao contrário do que aconteceu nos últimos 4 anos. A melhor maneira de honrá-los é garantir que sua luta não tenha sido em vão. 2021年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达成要伫2030年停止搁错森林的树仔这个重大协议。巴西嘛是签署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管理的线顶气候观测平台显示，巴西是世界上第5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而且差不多有一半碳的排放量，拢是因为错森林的树仔产生的。所以卢拉甲签署的文件看作是重要的环保政策。不过，伊的任期敢若到2027年就结束，未来敢有法度继续来推动，就要看敢是要会当连任。当地时间6月7日，几啊百个巴西原住民伫首都游行抗议，因为巴西众议院快速通过一项提案，要甲原住民的领土限制伫巴西宪法1988年的时阵批准的部落土地。原住民讲，这会大大影响因的权益。Esse equilíbrio climático que o mundo inteiro discute, que o mundo inteiro defende, mas não consegue compreender que para proteger esse clima depende de proteger nossos direitos, depende de proteger os nossos modos de vida. 巴西的原住民领土大部分拢伫亚马逊河的雨林，不过长期去互非法挖矿、甲错森林树仔的人入侵，所以原住民行去街仔路，要求卢拉总统除了实现莫搁错森林的树仔的承诺，嘛要赶紧画出领地界线，保护自然资源。公视新闻新乐杯编译。讲到 IMB 诈骗案受害者超过5000人，不过即马有风声讲，伫7年前就检调受到检举立案调查，为着要查清楚这个平台经营敢有违法，搁再发公文予这个金管会，就被回函讲这 IMB 无违反银行法。针对这款的讲法，金管会是认为讲这甲事实斗袂白。调查局也表示讲，当初是有立案调查，不过无方便说明这回函的内容。因也证实讲 ，IMB 诈骗案受害者当中有一名调查官投入金额呢有1200多万，伊的本金自头到尾拢无法度摕回来。调查局的投1300万，他跟我说：“阿发老师，你赶快用你的方式，可以弄多少钱就弄多少钱。”就是说明会这为 IMB 吸收资金早期还，家己表示有调查官涉案，拍算动用关系提前摕回本金甲利息。调查局其实证实，真正有一个调查官投资超过1200万，就收过100万块利息，自头至尾本金拢无摕回来。他自己的本身的钱，然后还有一些他家人的钱。我们调查结果倒没有说什么利用身份关系事先全部都拿回来。就连调查官拢纳入去这个陷阱内底，敢若对自救会统计有5000人受害，损失超过25亿。重要被害人批评调查局查缉真慢。另外也骂金管会，讲金管会拢无作为，才互案件一直拖，不过即阵袂当收山。我们自救会里面是有人说，他很早以前就已经有去报案了，有去检举了，但问题是不了了之。请问一下，相关的责权机关是哪些？金管会说不是他啦，苏维部也不是他啦，然后调查局那边也是啊，明明就应该要往下查的案子，不查。不管的情绪更复杂，因为即阵佫表出桃园市调处早在7年前就接到检举，立案调查 IMB， 一度新闻互金管会要来查明平台是毋是违法，得到的回函却是讲无违反银行法，互检调失去办案的先机。甚至中央银行2018年北京市爱注意 P2P 平台，只是相关单位敢若无积极来处理。定位表示没有违反银行法，而且呢，反而是续明说。违法吸金的行为呢，所设的法规很多应该要由司法检调机关来依事实来调查结果加以认定。这是个案了，由检调他们来回答。
调查局讲，当初有立案，伊有即阵伫侦查，会函内容无方便说明。阮行局是讲，团员甲事实无符合，最近已经找 P2P 业者开会，强化自律。初步意愿是无规划，互特定主管机关行向高度的监管。记者综合报道。当日日本访问的郭文迪早起去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演讲甲交流，下晡有去拜会组织代表谢中庭。谢中庭表示讲，接待郭文迪无压力。郭文迪也讲，谢中庭一直对伊真照顾，也来向伊表达感谢。如果你觉得我们服务不好，仍然要改变哦。以后如果你有权利可以改哈。你可以改。趣味拍笑开，典型两个人好交情。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继续访问日本的行程，来到助理代表处拜会。谢中庭也和外界解读是要修补甲民进党的关系。我们这个代表处是代表台湾，哦，不是代表政党，也不代表任何个人。我们没有秘密会议公开透明。对两块议题，郭文铁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讲，民进党若执政会致力伫两块对话，也批评民进党甲中国完全无得对话。国民党是对中国伤过顺从，台湾人民已经失去对国民党甲中国对话信任。若是当选总统，也拍算向中国询问九二共识的定义。我没有看过真正中国官方版本很清楚的定义九二共识是什么，就好像你叫我买东西。他又不告诉我那个东西是什么，只是叫我掏钱，我就觉得这实在是没有逻辑耶。郭文铁讲到钓鱼台，表示一般台湾人并无想要伫这块土地，是要用伫遐掠鱼就用的。这款的话理论上比较应甲日本来达成共识。我的态度是这样的，有争议的后面处理，没有争议的先，但是也不要为了说一直在主权，那台湾的渔民不能去捕鱼，这更严重了。另外，郭文铁到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成员有相当比例是日本自卫队、海军甲陆军的退役将领。对着开讲什么，郭文铁表示，单位牵涉国防需要保持机密。记者综合报道。罗清德甲侯友宜最近因为核能议题拢发表意见，罗清德办公室就批评新北市甲这个核一呛水保计划卡掉的，这是核废料剥夺处理的罪亏。那侯友宜是批评罗清德是万里人，敢有关心过这核废料的问题？罗清德下晡主持民进党中常会，搁再强调袂当吞论这性骚扰，若准党务主管暗藏无通报，一定会开除。那日双方为核能议题一直论战，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真侪解表示，中央无处理核废料问题。副总统赖清德竞选办公室批评台电核一厂水保计划变更设计案卡伫新北，侯友宜则是核废料无度处理的源头。对这样代志，侯友宜切切嘛做回应。这8年来，赖清德也当过行政院长，也当过副总统，尤其他又是万里人，他有关心过核废料的处理吗？侯友宜讲，得袂到中央予伊回应，不如伊家己出来选总统。嘛，伫中昼甲国民党中常委进行头一届便当会，争取党内团结支持。但是副总统赖清德虽然初期无公开行程，不过由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出来回应，批评侯友宜把核废料问题等候别人。侯友宜不断表示赞成使用核电，就应该清楚说明核废料放在哪里，而不是只是用空话来敷衍。主大联盟系列演讲，我们邀请到中央研究院朱敬一院士。赖清德下晡主持民进党中常会，除了听中研院士朱进一报告，也对民进党最近性平事件做裁示，表示已经筹组调查小组，一案一案调查。中央党部阁提出性平改善加性骚扰防治加强方案草案。赖清德表示，党务主管若头工唔讲，一律开除，永远未任用，嘛会互党部其他单位、政府单位甲公司知影。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这政治考啊性骚扰风波一直爆，总统蔡英文昨透过面册，搁再一摆向大众回实例，也发布3项性平改革方案，共检讨性平法规伫立法院后一个会期列做优先法案。妇女团体也提出修法建议，除了申诉机制爱检讨以外，也呼吁针对受害者提供社工、咨商这寡资源甲因帮助。也妇女团体建议讲，目前牵涉性骚扰的相关法律有3个，应该爱甲性平3法合并起来。
性骚扰风波一直逼总统蔡英文初六嘛伫面册发文，除了搁一摆以总统甲民进党前主席的身份回失礼，也提出3项改革方案，包括订定性骚扰用态指引、改善各环境的性平准则加性平教育、重新审视现行性平申诉的机制，搁有检讨性平法规，伫立法院后一个会期列做优先法案。妇女团体也提出修法的建议。整个性平3法要修法，要把被害人的求助的机制跟服务跟协助的机制能够要放在里面才对。现在只有申诉而已，它并没有针对专业人员进驻，有一些社会福利的资源进去，是完全都没有这一块。目前牵涉性骚扰相关的法律有3个，包括性别工作平等法、性别平等教育法、加性骚扰防治法。妇安会认为，性平3法当中，性平教育法较有针对被害者提供社工、咨商资源这个帮助，也若性别工作平等法会使讲只有申诉的机制尔。有妇女团体嘛呼吁，3个法律应该合并。假设一个学生他去担任教授的助教，你是学分的关系，那你就是属于性平教育法；那如果你是工作上的一个关系，你就属于性工法。这样就是一个双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关系。立宪基金会表示，性平3法主管机关拢无同，申诉管道也有无同。但是3法通合并，被害者就通较简单寻求帮助。但是立宪嘛认为，合并的工作无法度伫短时间内完成，所以建议目前要先优化这3法对被害人的服务资源。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根据资料统计，去推测讲咱国内疫情中档前内，来到51节时阵会到高峰，以及到7月中才会降。另外也推测讲，这65岁以上时段免疫保护力上低，若阵还未注疫苗，就要赶紧去做。第4波本土新冠疫情继续升悬，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冠死亡大增4成，平均每天有28人死亡，中档精神每天增加244例，疫情正处在高点。有医师临床发现，患着断疫的人大部分是65岁以上老人，尤其是幼大长照机构居民，有一寡甚至是第2摆确诊，中后来感染。那大部分的机构都有2次感染之后呢，可能有症状之后的2-3天就陷入那种低血氧啦，或是说有很严重的呼吸道症状，变成喘等等，都送来急诊，是有一个大量的机构群聚的情况。根据疾管署监测，近4礼拜本土检出病毒株 XBB 占6%，已经正做社区主流株。不过，台大公卫学院进一步分析发现，台湾民众的肺清抗体对着 XBB 也真生分。对年龄别来观察，16到29岁迄清混合免疫抗体上悬，达到6成；65岁以上老人只有4成，也就是老大人的免疫保护力是上低。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中重症会上升？就是因为我们即使在同样的混合免疫抗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免疫保护墙里面呢，我们的65岁是维持最低的。但首席根据模型估算，这波台湾新冠肺炎中档疫情有可会伫50岁达到高峰，加上年假大家互相斗阵的效应，一直到7月中旬才慢慢来下降。所以讲建议65岁以上，也有18岁以下这脆弱的族群，那今年也未注射疫苗加1，尽紧爱去注射来提升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台南看到因的壁刀拢会搭这防空避难的大纸，有民众反映讲看无迄是要创啥。这个警察局也回应讲，因是配合政策换新大纸，也解释讲有大的所在代表是避难的场所，毋是乱搭的。规排顶下开壁刀，互人搭防空避难的大纸。最近台南有民众发现，因行过几步就5张以上的避难大纸，上下面是方向拢无共，在地乡亲看甲雾煞煞。灾难若发生的时，嘛毋知影要走去倒位避。张迄拢无要紧，你若讲有人来甲阮讲，有啥物所在会当去，会当避的，安尼阮就知啊。就跑这边跟跑那边都可以的意思吗？那如果事实上去查，的确是两边的方向。的确都会有避难场所的话，你也不能说贴纸不对。依据警察局，它有列管列册防空避难处所，每处会去张贴这样子，张贴新式的防空避难处所，指示民众执行，可以暂时的话可以避难。原来这是警方配合内政部政策，对今年3月开始，甲全市巨型的大纸拢换做新版的。
警方嘛批回因无乌白大抓指示方向，就代表建筑物是避难的场所。亲像安平区公所地下室就是避难的所在，但发生空袭，大家会使匿伫咧地下室。另外，台南市警察局嘛拍算要推出反更版的避难大抓，足底大家找场所的时间。正在测试具夜间反光效果的标示牌，如果效果良好的话，预计张贴在大型的防空避难设施。市府嘛表示，目前台南市有6948个避难场所，会当容纳3002万人。但讲空袭警报时，力量会引导民众到避难场所，民众平常时要注意徛喺附近的防空避难的指示。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日本外校进前有电视太阳能光电架，各界也批评讲这是真浪费，无实用。国防部表示讲，这是学生上课做的物件，唔是正式的军用品。国防部得到政府的日能政策，也伫咧杀国防日能。日军官校机械工程系学生就等是太阳能发电的建设架加单兵锂电池行动电源，严过引起人批评讲无够实用。国防部澄清讲，这是学生的作品。李伟也讲，这不是正式的军用品研发。学生的创意，未来老师继续指导，逐步修改，一定会做得更好。本席也希望外界给国军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因为锂电池有容易烧、容易爆炸的风险，若是破去强硬规个烧起来，有军事专家就讲，太阳能的建设架，一边是太阳能板，另外一边若装电池。官兵穿喺身躯顶了就真重啊，还会当派偌济物件咧。前陆军的体育将领谢化明认为，用太阳能建设架在岛边或者是放伫咧涂骹，才会当发电，实用性无悬，还会影响官兵伫咧作战的时阵倒拍兵势。上严重的是，容易互热显像仪看到，变做真明显的目标。第一个，你增加了士兵的负荷；第二个，发电的效果非常微弱；第三个，它的用途是什么？第二个，你这个反光板你自己暴露你自己的位置，你很容易被敌军击中啊。他收到的那一点点微弱的电流，这个战争一点帮忙都没有啊。它完全没有办法挂在装备，那你的弹药、你的其他的装备，你没有办法挂在身上的时候，这其实会造成你作战上的妨害。太阳能板被击中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一些它的就是可能有些碎片啊，那可能有一些东西是有毒物质或什么，也会因此这样击中人体等等的，它会有一些不是很合用的效益。学者讲，建设架会让互官兵炸更加侪物件，因果若伫咧顶头装太阳能板，电脑无法度搁再放其他的物件。伫国外有一种做法，就是将太阳能板装伫咧牌仔顶头。学者是认为，虽然爱鼓励学生爱有创意，也毋过指导老师也要互学生了解到理论甲实用嘅区别。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有一间营养午餐的业者，向检举讲，因使用的鸡肉毋是国产鸡肉，说甲政府申请国产食材的奖励金。教育局表示讲，会去了解追究责任。业者强调，因用的是国产鸡肉，只是这食材来源无符合政府的规定尔。做营养午餐的业者，透早伫咧无闲要出货，准备送餐去各间学校。毋过台中太平有一个业者，所互人检举讲，敢若是用无肉品所原的鸡肉，染掺做国产的肉品。市府去到现场稽查，虽然无查到具体证据，毋过业者确实无法度提供是狗腿的进货资料，也有国产所原的实在证明。目前是拿不出那一批有国产证明的那个食材的一个证明，因此我们认为是说，你拿不出证明，那可见就不是国产食材证明，所以我们就依照相关的一个规定来移除。台中市教育局表示，这个业者供应营养午餐，予台中市内34间国中、国小大约2万外的学生。目前已经将去年国产食材奖励金539290块约回来，今年奖励金嘛取消。业者是解释讲，是因为禽流感严重，欠鸡肉，原底应该甲电宰场进货，后来换向切鸡肉的厂商来卖鸡肉。虽然拢是国产的肉品，不过无符合农业局认定的国产溯源流程。那我们都有提供证据说我们是购买国产的鸡肉这样子。那但是农业局就认为说，那一个溯源标章是补腿，不是你的棒棒腿，那这样是不行。所以我们是部分天数的棒棒腿取消。业者表示，因拢无使用进口的肉品，
毋过是鼓吹无国产溯源食材证明，所以袂去使用。那教育局早着伫咧5月11已经去稽查，煞等到6月初5消息曝光了后，才发文予学校，也佮将业者依照规则文书来上班，嘛互民代质疑市府要来暗砍。针对这件代志，教育局是解说讲，是因为稽查了后要求业者爱提出证明，毋过因拢无提出来，才会进行后续的行政程序，并无调工要隐瞒。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发展这再生能源，各地头路伫咧设独林厂，早起伫咧高雄有高雄大寮民众伫咧议会市政总集选的时阵，遭其抗议。市政府表示讲，要设这独林厂会先进行民意调查，若准民意反弹，这市政府也袂同意。来到议定地附近挂白布条，民众表达拒绝出林厂来到大寮新处理的心声。反对出林厂。上午嘛有将近20位民众探到高雄市议会市政总集选前往抗议。沟通没沟通的，只有一纸公文而已啊！你这么里面一直问我们啦，说是什么内容，什么我们都不晓得了。要捍卫自己的家园，这个不是政党，不是政治，这个是我家的未来。这片伫高雄大寮区新处理赤坎段的3笔土地，有公司想要设置出林厂。顶月底，高雄市经发局发公文，予当地意见领袖甲民代了解了设置意愿，嘛引起不满。这期敢是因为红山林红色厂的计划失败了后，转予其他业者刷到大寮来设厂。设置的这个过程里面，还是要这个区公所会跟我们当地的里民来做了解。那我们的立场还是一致。如果里民的表达拒绝的话，那是否就不会同意设置？市府回应，伫业者申请设置的过程当中，会按照已经通过的处理设置法规规范，爱询问当地区公所里长里面的意见，一切还未定案。若是民意非常反弹，市府嘛袂同意。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明昭全国报道。来看绿岛的海域，这个船鸥拄生卵，着藏水教练伫咧绿岛记录到一种海洋生物海绵共款也伫咧生卵。这生卵一出来就亲像落雪共款，毋过是虾米款的品种呢？也搁爱确认。潜水教练用微机镜头的摄影机，伫咧绿岛老门岩的水底记录到大礁顶悬的海绵当伫咧生卵，就亲像船鸥咧生卵共款，会喷出白色一粒一粒的卵，就亲像咧落雪共款。因为绿岛的船鸥生卵才打生刷，接刷搁换海绵咧生卵。这个潜水教练一个翕到是真欢喜，伫网络顶甲大家分享这个真罕见的画面。因为海绵就袂输是海底的过滤器共款，因的存在对绿岛海域优良的水质有一定的贡献。海绵基本上在海洋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它就像滤水器它一天可以过滤很多当地海水的量。不过，这届记录到的海绵，并不是用过去互记录到桶仔形体的海绵，因为海绵是地球上上界原始的多细胞生物，研发到达已经有10000多种。这届绿岛记录到海绵的品种，还阁需要经过专家来确认。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初到3月中，因为国内天气真冷，当着土豆的开花期，影响着浪花，连带影响着收成。最近分林的土豆要开始采收啊，搁再当着落大雨，有不少土豆拢生菇发芽。早起呢，这个县政府农业处和相关单位也到现场会勘。打满起来土豆，大部分拢已经烂起发芽。今年6月份后，拄是牛年土豆采收期，但近期拄上连续落雨。搁马上出日头，天气变化大，后每年一期的土豆陆续传出灾损。我下都4成还有，4成啦。咱应该唔，照讲应该唔啦4成。我迄较熟的拢叫烂去，咱即马剩一寡较落尾搁生产的。大概即个土豆的品质就是烂头搁失收。离土库这边的面积差不多损失的面积超100公顷啦失成的成数差不多有3成。温管府农业处表示，本年今年一期土豆种植面积达4200公顷，以土库好为定航湾中乡种植的面积上济，但近期陆续真侪土豆农反映灾损严重，就上午农业处会同农改场现勘。我们这几天其实雨势一直下来所以我们就听到很多农民在反映除了结果力不好之外，还有个发芽的状况。温度越低或者越高，它授粉率就会越差。
简单来讲，就长了花生，同样的开花的数量，它的结荚速度就会比较少。大安区农改场表示，苦头开花授粉期适合温度在23至28度，但今年采气温较低，导致授粉无好，和气候变化大，拢是苦头失收的主因。至农业处就表示，许农民若苦头栽损，要赶紧到当地公所通报。经管府统计后，将函请农委会以天然灾害救助苦头每公顷3万块。记者为了报道。屏东开始发展可可啊产业，要摕到世界冠军的巧克力个品牌。最近有一个农民甲低调改做观光农场，对种可可啊采收到做巧克力豆，互民众会当了解规个生产的流程。一粒一粒的可可豆仔，伫采收了后，搁爱发芽、烘豆仔、拣豆仔，才通磨做粉，做出好食的巧克力豆。原本的低调，即马当传出厚厚的可可豆仔味。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储存豆的地方。加入放可可豆仔的空间，会当闻到透蓝果汁的香味。巧克力豆品评师表示，为了应付业者的需求，因会控制气温、湿度，让可可豆仔有酸、有甜，也有回芳。它可能会带一点，比如说是柳橙的果酸香，还是莓果的果酸香。那最基本的坚果一定会有。那我们譬如说，我们农场比较有名就是桂花风味的豆子。这间开伫屏东中治乡的可可农场，除了培育区以外，阁有加工区、研究室等等。头家邱文玲讲，为着呼吁大家重视环保，伊决心放弃饲猪，改种可可豆仔，而且阁把生产的过程展现出来，互人客知影这款点心是安怎做出来的。因为我们现在小朋友说啊，他们只知道吃巧克力，但是不知道巧克力是怎么来的。那我们这个农场，它可以看到从树、果实。它的生长的环境，它可以去看得到、摸得到、采得到。对饲猪改做种可可豆仔，头家坚持要做，就爱做无农药、无化学肥料的，也推动食农教育，互民众伫食到无共香味的巧克力豆的时阵，也通知影这每一粒可可豆仔拢是点伫火罐的粒质。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6度到34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4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